瑞典维吾尔人团体聚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议会的前面，要求将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行径视为种族灭绝。在瑞典维吾尔族教育协会组织的抗议活动中，议会前建立了一个帐篷，活动人士高喊维吾尔人自由、承认种族灭绝和关闭集中营的口号。瑞典维吾尔族教育协会经济主席阿德姆·加利普在对阿纳多鲁通讯社的讲话中说，他们将在议会前搭起一个帐篷，开启了为期6个月的示威。加利普指出，大约有300万维吾尔族人被中国关押在集中营中。加拿大、荷兰和美国承认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做法是种族灭绝。我们希望瑞典议会做出同样的决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致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他在周四与中国官员的会谈中提到关闭东突厥散拘押营的要求。世维大会是世界最大的维吾尔流亡人士组织，该组织主席多鲁坤埃沙在这份信里对布林肯说，当务之急是中国立即无条件停止针对东突厥散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和犯罪行为。埃沙说，这包括中国关闭所有的拘押营，无条件释放所有遭到任意拘押的人。世维大会的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埃沙表示，中国还必须停止在东突厥散和其他地方使用强迫劳工，必须允许联合国监察员前往东突厥散进行调查。美中开始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两国的首次高层会谈，双方言辞激烈，在两国试图稳定紧张关系之际，定下了不和谐的基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周四会谈开场时宣读了美国对中国不满的问题。布林肯则说，我们将对中国在东突厥散、香港、台湾的行为，以及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对盟友的经济胁迫等议题深表关切。这些行为都威胁到维护全球稳定秩序的基本规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但会站在原则和朋友的立场与中国交涉。中国法院周五开始审理2名被控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人案件。加拿大外交部长马克·加诺在推特上表示，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接到通知，迈克尔·斯帕费和康明凯的庭审将于3月19日和22日举行。加诺在推特上说，加拿大政府将继续不懈地努力，确保被中国任意拘留的斯帕费和康明凯获得立即释放。斯帕费和康明凯在2018年底被捕，距今年已逾2年。在他们被拘捕不久前，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拘留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高管孟晚舟。孟晚舟目前在温哥华被居家软禁，他竭力避免被引渡到美国。他被控在华为与伊朗的交易问题上向美国银行撒谎，美国指其违反了制裁政策。据朝中社19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说，因马来西亚日前决定将1名朝鲜公民强行引渡到美国，朝鲜决定中断与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名朝鲜公民多年以来一直从事合法的贸易活动，马来西亚称其从事某种与非法洗钱相关的活动是一种荒谬的捏造和诡计。马来西亚当局17日将这名无辜的朝鲜公民当成罪犯，将其强行引渡到美国，这种行为不可容忍。声明说，马来西亚当局此举破坏了两国关系中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鉴于事态的严重形势，朝鲜外务省宣布，以屈服美国强权而对朝鲜做出特大型敌对行为的马来西亚完全断绝外交关系。